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选举的气氛是愈来愈热咯。嘉义有一间砂锅鱼头真有名，除了物件好食，上主要是头家伫咧当地真有够力，所以嘛将做参选人积极要争取支持的对象。这回瓜分摕甲郭台铭嘛轮番来买鱼头，不管是真正好食，或者是另外有目的，非得这间砂锅鱼头，只要一到选举，就真受注目。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5月到嘉义，特别来到有名的砂锅鱼头店，汤亭、高官、马甲业者博感情。砂锅鱼头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这间人气超悬、生意强强滚的名店，嘛甲台北市瓜文地拢吸引来。几工前到嘉义拜会电人数的时阵，伊嘛特别来到这间店。结果咧，因为咧等的人客非常多，因此伊无偌久就离开啊。 事实上，这间真有名的嘉义美食店，头家也人面非常快，正商界拢有交陪，所以一到选举期间参选的、想要选的，拢会来拜会。像前总统马英九，伊嘛捌来过，这次郭台铭、瓜文地拢来造访。除了时到真气名店表示，嘛想要得到头家支持，快速建立地方的好关系。